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郭文杰，欢迎收看6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响应6月3号的世界自行车日，市府公局对即天开始推出为期1个月，骑咱公共自行车 T 摆毛节好看活动，接触国内市民朋友多多利用。T-Bike 对105年开始启用至今，使用的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人次。为着要让 T-Bike 会当更加融入市民朋友的生活当中，同时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对此市府交通局推出了为期1个月，大家小少骑 T-Bike 的活动，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参与。以后每年6月3号为世界的一个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针对台南市现在非常盛行的这个 T-Bike， 我们也在这个暑假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行销宣导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第一波的活动呢，我们会是在6月1号开始来进行这个骑乘自行车累计那个骑乘次数最多的前10名我们就会赠送那个华纳威秀的一个套票，双人套票。那个套票它每组市价是600元以上。其实那个骑乘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非常绿人的一个休闲活动它可以减少我们使用那个私人运具的这个数量，然后为我们现在日益严重的这个空污来进行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功效。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能够多多来支持我们 T-Bike 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活动。大家利用着低碳交通工具，会当省钱，同时也对地球环境有真大的帮助，达到节能减碳、爱地球的目标。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位于南区大南路的几排树啊，日前被市府修正以后，拢差不多变成站头共款，引发地方的震情。不过，当议员林美燕等人日前召开记者会检讨以后，市府跳出回应，竟然讲是去年的代志，毛议员相当的不满，上午直接到现场还原真相。议员林美燕、林彦洲等人，顶个月30号才针对淡市树北的修正，树过头变成站头一事相当唔甘，积极要求干务局一定要有统一的作业要点来要求时间单位修正。不过因为负责体育园区树北修正的体育处伫隔天的报道，指出这款的修正已经是去年的代志，激互议员会单直接到现场还原真相。很久的光秃秃的，就像鸡爪一样。昨天的报纸提出这样跟我们回应说，这些都是去年的事件，我们相当生气，跟你讲说你做错事情了，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去检讨呢？你还要糊弄各位民众呢，还要糊弄所有的人呢？所以，执法的人他必须要守法，这个部分我想要跟相关单位就是提醒一下，这是一个真相。这是刚刚发生5月27我们拍摄的一个照片，而且是民众提供的照片其实民众提供的照片，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公务局能够尽快定好修树的，就是作业要点。开始大南路规排树啊，差不多拢比剃头共款，原本会当有树荫热日的，拢变成光平平，互附近居民相当无奈。毛议员林彦洲强调，修正要点一定要有处罚。真正足过分的啦！大人开来剪一个树啊。这个法则必须说，针对这一些承包商承包了，不是在修树，是在砍树。那我们看的都很心疼，这些法则必须要定出来。那这个法则呢，我们认为说，承包商必须是没负责任的。他认为我修一修嘛，那修一修，你自我叫我改善，我也改善不了，我都砍掉啦。那未来的修树是有一个办法的，比如说它这一棵树是净重多少公斤，高度多少，然后它的身宽体胖是多少，它必须要怎样来修的一个办法。那呢，我们希望说下个会期期待公务局尽快的送法规委员会，让我们来审议。对此，体育处长嘛坦承，当家回应有错误，而且时间单位进行改善。其实我们每一年体育处都有修树的这个规划。那关于议员在前天所进行的这个议会的说明，这部分我们会来加强改善。在今年的修树这个情况下，必须要请厂商来留意跟改善
好，那修树的除了顾虑安全以外，美观跟它的功能性也要兼顾啊。对，因为最近天气赤炎炎，修正树木以后，无多热日，更是引发地方不满。第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进驻南区的新饭店，为了庆祝警察节，小厨家伫来分局以及良兴赛主会举办公益关会，会场用100多份免费餐券来鼓励民众做伙响应。关会一地会当救人一命，这届关会活动由夏都城旅以及台南市警察局伫来分局甲龙兴狮子会共同来举办的关会公益活动。台南分局的副分局长也率先并亲自来捐出力会，作为模范，同时也鼓励大家做伙来捐会。我们为了庆祝警察节，举办这一次捐血活动。我们是配合夏都跟相关的民间的公益团体一起合作。我们希望这次活动的办得成功。我们看到这么踊跃的民众，我都很感动了哦。那我们自己警察同仁就自己率先上去捐血了。我们等一下，我们上去看一下我们的吴副分局长他是射击国手，他自己就把他自己的最宝贵的手背伸出来把他的血捐给社会大众。配合这届活动的夏都城旅也捐出了一个免费的餐券，要来鼓励大家踊跃捐会。本次的活动是夏都城旅第一次参与的捐血公益活动。那主要的承办对象就是第6分局龙兴狮子会，还有夏都城旅。那这次提供的礼品是前第1名到110名会赠送夏都城旅的午餐券，平日自助午餐券1张。然后第110名到200名会赠送夏都城旅城市咖啡厅的咖啡券1张。那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来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良兴赛主会也大力协助这届的捐会活动，因出钱又搁出力，就是希望有更侪人会当来响应捐会救人的这份爱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古都嘛是一个人口比例相对老化的社区，不过真侪老社区靠着社区营造甲动员力量，不止活络人，这个参与社区在地活化，互你生活继续精彩。加上学校等团体假日，嘛为社区写下全新的面貌，成为外地游客观光的焦点。这几人在台南的社区当中，民众开始参与公共空间的美化甲活化。检测因是专业的美学工作者，但是因亲切朴实的本质，加上温暖的人情、趣味甲故事，就是让这个外地游客更较侪感动甲珍惜哦。亲像场地台南市区巷内运动社区，甲咱小小的开山路3巷，都满满的彩画甲装置艺术，是一个适合外地游客翕相、行踅踅景点，也是社区第一时间吸引大家眼光的关灯。第一次这样这个社区，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社区的居民去参与这样子的，一起去改造自己的社区，想要让自己的社区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住在这里的人会更有向心力。运动社区依照现况1300多位人口，今仔65岁以上的长辈到350位，独居老人更高达102位。因为老一辈居民占多数，加上区内嘛有侪历史悠久的文化资产，参像六合景、清水寺、百年老树等等，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社区。所以如何应用个人化的潮流，推动在地老化，就相对重要。对这楼梯爬起，就是运动社区真特别的猫咪高地。咱做伙来看里长安怎甲这社区老大人互动。就他幼稚教育里长陈淑燕，因为出身单亲弱势家庭，以一份回馈精神，后来竟然是用老人像囡仔同款的心来发挥，不但鼓舞有物质现象，有心理障碍，也是有失智风险的老大人，一个看一个，组成这个酷手乐团。有人跟我说做社区发展协会，我觉得这样很棒。可是
开始的时候才发现是都老人，那跟我的落差很大，不知道要怎么去跟老人讲话。后来慢慢从聊天、量血压，然后办健康促进活动，然后去观察他们，然后慢慢培养感情之后，慢慢才组成一个叫酷手乐团。虽然里头用心，佮专工请老师来教，不过切工无整齐，哩哩落落，才是因的特色。而且卖看用宣传布条、用选机的机啊、甲卡顶等等所废弃物件来装扮，连鼎位啊、饭匙甲三文筷啊等等，拢起来当作乐器表演，有够爽，有够歹势。但气氛回归自然，环保创意的鼓吹，现在更是老大人愿意加入社区参与活动，和生活加做趣味的原动力。哎呦，阮老人吼，较无所在通去吼，较活动安尼吼。里长办这活动吼，所以阮对这老人吼较有趣味啦，嘿啦。有啥代志，伊拢会甲阮联络，会照顾阮，安尼阮足好，阮读壳较袂动读壳，安尼较好，较袂老人痴呆症，即摆足多。一站太来用迄个往生去啊，所以讲心情有够歹就对啦。啊，怎无迄个心情来参加这个啦？啊，无从较早咯，拢大家跳个安咯，做做欢喜，所以就去就对啦。啊，就会着安尼。啊，即摆大家拢讲咧鼓励讲，你无出来吼，颠倒歹就对啦。所以讲。伊讲出来加减迄落去安尼。咱家己运动，互家己身体健康，不但互家己生活品质好，佫会毋免增加家己孙仔的麻烦。平均80几岁团员，每一个阿公阿嬷拢因的背景甲故事，毋过现在因共同的角色，拢是社区的老宝贝，同时肩负反毒、反诈骗等宣传。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社区嘛长期甲台南大学、光华高中合作，学生不时拢会来陪伴，透过健康出进的活动设计，互老一辈充满满足的喜乐。很多人就开始变得蛮乐观，有一些独居老人他自己会有一些，我不知道可能有一点自卑感还是怎么样，但你走出来之后，发现旁边的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然后就愿意跟大家一起交流，然后聊天。用节能环保的潮流来活化社区，嘛是因动力永续推动的目标。其中用回收的牛奶壳啊做成风车，除了让大家变工价，还是将废弃物再利用，变成美化社区的作品，嘛等出社区的向心力，甲老人的自信笑容。来，紧来看，好康的报，互恁知。一听到古锥的哆啦 A 梦主题曲加里长的放送，厝面头尾拢真配合，将资源回收物清清出来，用本色减量做环保来震慑社区，同时用回收的水管来布置墙面，大家做伙主动来油菜菜花，用水控补强，让社区每一个角落拢留下大人囡仔认真的痕迹。对我们来说，游客进来就是想看台南的生活，所以如果透过社区自发性的来做这些改善跟空间的整理，其实对游客来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行动力就因为社区用做成功，居民拢动起来，嘛，互这处处愿意无偿提供空地，互居民来布置造景，就美化社区每一个角落，连三架道上卡了车链，同款是一门创意。会人讲，伫社区当中，四季拢展示，嘛，互老社区活化，丰富老人的生活。第新闻管制郭博义专题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近年来，因为政往来有补助，加上好价，造成农民抢种。不过嘛，因为外销出口情形无比过去，所以出现产量过剩。对此，三商农会就积极替农民将往来加工变成往来干，希望减少损失，创造产品的价值。这一趟一趟由农民家己切好往来，不管是16号甜蜜蜜，还是17号的金酸，拢是市场热销的品种。不过这几冬来金酸往来产量上济，所以三商区农会为了替农民找出路，伫盛产期每礼拜拢有2天帮农民代工，将往来砍数。所以农民一透早就将卖相较歹、较细粒的往来摕来农会。因为同款拢是辛苦栽种的，唔通拍算，嘛避免扰乱市场行情。无偌好，啊，家都要加减卖尔啦。加减卖啊！迄无偌好啦，那都搞工呢。现在凤梨台龙16号跟台龙17号是量最大、产量最大的时候。然后因为现在量集中在我们国内市场有一些次级果，我们农会尽量要帮农民把它转换成那个加工品，不让他们擅自去扰乱那个行情，让那个特级品、优级品的价格能够卖得好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开始替我们乡里面、区里面的农民来那个委托代工那个凤梨干，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更好一点。根据了解，原本往来市价平均一袋斤12块到15块左右，加工以后加上包装，一袋斤得当有400-500块的价销，所以利润也袂歹，而且口感有较粗细的，嘛有较幼糯的，随消费者介意。金砖凤梨台龙17号的口感，它纤维质比较粗，然后比较有嚼劲，甜度一样。然后16号甜蜜蜜它的口感比较细嫩细致，烘焙起来吃起来口感那混的很好吃，甜度够，然后香味又够，所以说两种各有它的特色不一样，所以说要靠我们消费者自己凭他的感觉、他的口感去那个选购。当年农会除了替农民代工，辅导多元的通路，本身对7月开始卖家己加工，提高产品的经济价值甲通路来平稳市场价销。今日新闻根据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消费者享受铁板烧的青草，过去曾经伫5000间饭店服务的总铺师董文山，现在家己出来开店创业。除了订一般300-400块套餐以外，现在佮锁定顶级的人客，推出大船立港的海产飨宴，希望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设计专属的菜单。伫5000间饭店甲铁板烧餐厅有8档经验的总铺师董文山，家己出来创业，选择伫南区大拿国体行内开店，就是用伊上专业的铁板烧功力，让人客上大享受。200-300度的铁板顶面，每一道菜不止可见多姿赛手艺，嘛是一场表演同款。当然，头家伫遮尔济料理当中，会选择铁板烧，真简单，就是认为比较帅。因为铁板烧它就是现点现做，对啊，你其实东西什么东西食材你都可以直接看得到，对，你可以看得到师傅怎么现做啊，你一边还可以跟师傅聊天。像我们常常会碰到客人，就像一颗干贝，好像干贝现在大家其实常常都会去买，可是像客人就常常问我说，为什么我干贝在家都会煎不好，一直掉定啊，然后就是煎起来水好吃，对啊，其实我们可以一边跟客人聊天，其实也可以一边教导客人怎么去做，怎么在家把食材处理得好，这样。比较帅这样。对，比较帅一点。当然，除了专业的煮食功力，参照法国式的精致摆盘，加依照消费者的口味来设计菜单，以及多样化的青菜，要让消费者食到饱，拢是一大特色。而且上重要是，同款的食材伫遮食，比饭店甚至会俗价一半的价销。传统高级铁板烧的话，它其实单价会比较高一些啦。然后像你说像饭店里面的话，你吃一套，你可能基本上就是1000多块。那你如果吃到牛肉那些比较好一点，可能2-3千块跑不掉。
那我们其实诉求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因为我们就是人事成本、店租那比较低，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价格压低啊，你不用可能好几年才吃一次。那我们如果想吃好一点的铁板烧的话，我们基本上300-400块就可以吃到。当然嘛，因为现在经济无景气，所以业者除了一般300-400块的套餐以外，现在嘛调向较高单价预订餐。参照这盘大船入港的海产，4人6000块有走的专案，其中就2尾加囡仔手骨同款粗的野生虾仔，顶级澎湃食材，一推出就备受人客欢迎。海鲜拼盘的话，其实我觉得跟饭店来讲的话，其实饭店价位它一定会比较高，但是它这边可能走的比较务实，然后就可能比较吃饱路线。所以就价位上其实没有饭店那么高，然后食材上其实跟饭店等级差不多。开始若想要食实在，唔是食气氛，相信有分量介绍个公道店，将是真好的选择。但新闻馆及林根采访报道。中营中学上学群年级学生这礼拜举办台湾课程的成果展，由某一科学生小解无共行业的台湾知名品牌，就是要借助更较侪人来认识台湾。另外，该校嘛建立了电商物流专业的作业系统，让学生伫理论甲实务容易当配合。由中营中学商业群2年的学生筹备真久的展览，以着台湾知名品牌作为主题，介绍了亲像是捷安特、利安等等伫咧国际上相当知名的台湾商品或者是人物，希望会当有较侪人会当熟悉到咱台湾的品牌，并且进一步认同台湾。我们这次的展览目的是为让同学们更加认识台湾，以身为台湾人为骄傲。我们希望成功吸引同学们来认识台湾品牌的目光，进而设计了一款品牌猜猜看小游戏，也设计了一款配对游戏，希望让同学们更加认识台湾，以及更加爱台湾。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国贸科、基础科还有流通科的同学所设计的。那我们是以国际行销品牌台湾为主题，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同学可以更认识台湾、更爱台湾，所以我们设计了一连串的课程。中营中学特有设立的流通管理科，校方更是用心打造独一无二的流通实验室，让学生除了学习到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外，也能借由实际操作。来了解到中央物流中心运作的过程，并借此来学到丰富的知识。那每一位同学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人扮演物流中心，有人扮演消费者，也有人扮演商品配送的司机人员。那整个流通实验室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物流中心，每个同学呢，在每个工作岗位都有不同的作业要做。那只要缺少一个流程，那整个工作就没办法顺利的完成，也没办法进行流通的作业。所以呢，每个工作岗位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学生可以从商品企划组合到物流配送等，很清楚地了解物流业的工作流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课程当中，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专长，我想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物流仓储非你莫属，长荣中学流通管理科期待你的加入。中营中学商业群每一个不同款的科系，拢伫咧学期末来进行着成果的发表。借由这款作品，咱嘛会当看到学生学习的成果。咱的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新闻主要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6月1号的中嘉电视新闻，咱再会。